唔同行業嘅股票啦，都有唔同嘅屬性啦，有啲咧就較受經濟週期所影響，有啲就相反啦。所以認識唔同行業嘅屬性咧，就可以幫助投資者喺唔同經濟環境底下去到調整自己嘅投資組合啦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一啲主要行業佢哋嘅屬性噃。第一類就係消費類股份，消費類股份又可以分為兩類㗎，包括非必需性消費同埋必需性消費啊。先講下非必需性消費嘅股份啦，例如好似汽車、奢侈品、旅遊、娛樂同埋餐飲啊，呢類型嘅股票啦，週期性強，高度受經濟週期所影響㗎。經濟擴張嘅時候啦，需求就會上升；相反，經濟衰退嘅時候啦，需求就會大幅下降啦。呢種股票啦，屬於波動性較高㗎，咁所以咧適合積極型嘅投資者。至於必需性消費，例如好似食品飲料啊、日用品同埋超市，呢種咧就係屬於防守型嘅股票，需求穩定，無論經濟好定係壞都好啦，消費者仍然需要購買嘅一啲基本生活用品啦。所以咧佢哋抗跌性強，但係增長咧就會較低，咁所以適合咧保守型嘅投資者啦。第二類公用事業股，呢種咧就係包括好似電力、水務、天然氣同埋再生能源啦。呢種嘅股票啦，屬於防守型，屬於咧剛性需求啊，係民生必須嘅，咁所以咧受經濟週期影響咧都較少。好處咧就係現金流穩定啦，通常派息率都係高嘅，咁適合長期收息。至於風險方面啊，就係對於利率敏感，因為佢哋通常咧負債率高，咁所以增長咧都係有限㗎。咁第三類就係金融股啊，呢類型嘅行業咧就係包括好似銀行啦、保險、證券啦，佢哋咧屬於週期性嘅股票嚟㗎。特別咧銀行股同埋利率咧有密切嘅關係，升息咧係有利於淨息差㗎。至於證券股同埋股市咧就會有住密切嘅關係，牛市嘅時候盈利咧就會自然增長得快啦。至於風險方面咧就係容易受到經濟衰退所影響啊，例如經濟差，銀行嘅壞賬率上升啦，而且咧亦都較受金融危機衝擊啊。第四就係一啲科技類嘅股份，包括好似半導體、軟體，仲有互聯網同埋 AI 咁啊。呢類型嘅股票啦，屬於高增長型，咁但係估值波動大，而且亦都依賴創新同埋市場擴張，對於利率敏感，因為未來嘅現金流啦會有折現嘅影響啊。至於風險方面啊，屬於咧競爭激烈嘅行業啦，技術被取代嘅風險高，適合啦風險承受能力較強嘅投資者。第五咧就係醫療保健股，包括咧好似製藥啦、生物科技同埋醫療設備嘅股票啊。佢哋係屬於咧防守型再加增長型嘅股票啊，屬於剛性需求，而且由於人口老化啦，治療疾病嘅需求咧亦都會增加。創新藥嘅股票咧屬於增長性，咁但係研發風險同樣好高㗎。至於醫療設備嘅股票穩定性就係比較強一啲。至於風險啦，就要留意返政策嘅監管啦，例如啦某啲藥咧係會有藥價嘅管制，可能都會影響到盈利個噃。第六類嘅股票咧就係啲工業股啊，包括好似機械啦、航空、國防同埋運輸呢種嘅股票啦，屬於週期性嘅股票，同經濟活動有密切嘅關係㗎。因為經濟好，基建自然會多。例如咧可以透過製造業 PMI 咧就可以睇到基礎建設投資嘅多少啦。至於風險方面啦，都要留意返嗰個經濟啊。經濟下行嘅時候，訂單就自然會減少。另外，亦都會有成本嘅壓力，例如原材料價格上漲嘅問題啊。第七類嘅股票咧就係原材料嘅股票啦。呢種咧就係包括好似鋼鐵啦、水泥、化學品同埋礦業咁啊。佢哋咧屬於週期性嘅股票啦，而且咧對於咧通貨膨脹係會好敏感㗎，明顯咧會同經濟環境掛鈎，例如全球嘅基建啦同埋房地產嘅需求咁啊。咁特別咧喺通脹嘅時候咧，可能會受惠於商品價格上漲嘅。咁至於風險啦，萬一遇到供過於求嘅時候，價格咧就會劇烈波動啊。咁而一啲環保政策咧，亦都會增加成本啦。第八類型嘅股票咧就係能源股，包括好似石油啦、天然氣同埋再生能源啦。佢哋屬於咧週期性同埋咧可以對沖通脹呢個問題個噃。對於石油股嚟講，盈利咧就係取決於油價啦。咁而影響油價嘅最大因素咧就係包括地緣政治同埋供求啦。而傳統能源股咧一般股息都係較高㗎，不過風險啦就係由於一啲咧碳中和嘅政策啦，可能就會壓縮到傳統能源股嘅空間啦。第九類型
嘅股票啦，就係房地產股嗱，包括啦地產開發商啦，仲有好似 REITs 咁啊。嗱，佢哋屬於周期性同埋咧對於利率敏感嘅股票嚟㗎。嗱，受到經濟周期所影響啦，如果經濟唔好嘅話咧，就會減少大家買樓嘅意欲啊。另外，利率咧對於地產開發商嘅影響都好大㗎，因為借貸成本上漲嘅話，亦都會影響到買樓嘅意欲啊。嗱，至於 REITs 嘅話咧，就會有穩定嘅現金流啦，但係經濟衰退嘅時候，出租率咧都可能會下降㗎噃。至於風險啦，都要留意翻一啲政策調控啊，例如好似之前嘅雙倍印花稅啦，都會直接衝擊到行業㗎。第10類型嘅股票咧就係通訊服務股啦，嗱，代表嘅行業啦就包括好似電信商啦、社交媒體同埋串流平台啊。電信商需求穩定啦，屬於防守型啦，有穩定嘅現金流，但係成長咧就有限。至於新媒體企業啦，佢哋嘅成長空間高，但係競爭同樣都非常之激烈啦。嗱，至於風險方面啊，電信商啦需要龐大嘅資本支出，例如好似要鋪光纖啊，或者係衛星網絡啊，導致負債率高，對於利率上升咧都會係比較敏感㗎。至於社交媒體嘅風險啦，年輕用戶咧都會有轉向新興平台嘅風險，導致活躍用戶流失個噃。嗱，而串流平台啦，需要持續投資原創內容，例如好似啲影視創作，現金流嘅波動啦都好大噶。以上就分析咗10個主要行業佢哋嘅屬性啦，跟住就講下根據佢哋嘅屬性有啲咩投資策略建議啊。嗱，喺經濟擴張嘅時候啦，可以增持好似金融股、科技股、非必需性消費同埋工業股呢啲屬於周期性嘅股票。嗱，去到經濟衰退嘅時候啦，就可以轉向一啲公用事業、必需消費同埋醫療呢啲防守型嘅股票啊。咁而特別面對通脹環境咧，就可以考慮好似能源啦、原材料呢啲抗通脹嘅資產啦。咁至於長期配置嘅話咧，就可以結合一啲成長型嘅股票，例如好似科技同埋醫療，同埋穩定收益型嘅股票，例如好似公用事業做 REITs 咁啊。嗱，希望今日嘅影片咧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啦。我哋下次見啦噃，拜拜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啦噃，拜拜。